当初要迁市场的时候，是居民在抱怨说市场的车停很乱，可是呢，那边呢也因为这样也比较市中心，所以比较容易 get 齐。那所以呢，摊商呢怕说，如果换一个新的地方去，那又是虎头皮的旁边又没有商店，他们很怕说，生意会不会不好做？以前在旧的市场啊，都是单线道而已啊，如果说它前后都给你停车的话，就变成我们中间就无法动线，就没有办法进去卸货。过来这边的话，改成双线道，这样子设计完之后，那个2台大货车都可以相像的对啊，那变成说不会说造成拥塞的状况，这样子客人来这边也比较安全。这个动线设计下去以后，我们在卸货的时间上也更加的会提升啦。不会说以前可能卸一台货可能要1个小时，现在可能说这个动线设计完之后，可能变成说，我们就可能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卸完了如果卸不完的不足的状况，就可以马上说可以外面还有设计再让大货车在另外再卸货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是很好的，我觉得是很好的不错的设计的这样子。我们的整个这个市场的设计已经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上面也是蛮多人来欣赏的这样给每一天就感觉给足多人茶库的遐天壤之别客人就说，来这边好像在逛好市多一样啊。第二，空气也比较好因为这个动线挑高比较宽敞嘛。一个上班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就是早上就比较喜欢说，早点来，因为这边比较有很多的客人加减卖那样。我常常跟摊商讲，或许我们有些摊商是有2派的行为，这一派行为是我这户我都不爱走我的办管理啦。可是，我又办公，我给那客人没吃不，所以他就愿意什么？愿意投资，他就愿意买车，他愿意买其他机具下来，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市场就越来越有活力。也有一些那个日本的冲绳的那个议员来看说，他们第一句话说，你们有零售有观光零售，有观光零售会比较有活力。其实这个市场呢，除了环境的改变之后，也让顾客去改变摊商的一些行为。那这个是我们认为这个市场可以走长久远的地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很高兴我们这个筹划已久在我在4年前动工的新化果菜市场，现在终于顺利完工，而且经过试营运之后，各界反应良好，不仅是摊商，他们认为说他们的收入至少增加了好几成以上。那消费者也认为说能够来到一个比较干净又明亮的，而且又货色很齐全，而且又是景色还蛮不错的一个新的果菜市场来购物那基本上他们都消费者跟供应者他们的满意度都非常高。既是果菜市场，也是休闲景点。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台南市最美丽的新化果菜市场。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3月30号的中嘉台南屏新闻。议会这届临时会10天的议程到今日结束，其中明年台湾电费编列超过5亿的预算，以及警察、消防的超勤补偿加议员提案全数过关。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2次临时会对3月21日在新营明治艺术厅来召开。市府提出112年度第1次的追加减预算，加22件电费款案，其中2024台湾电费，市府嘛编列了5亿1000多万。因为经费庞大，议员呼吁，在经济效益的考量，希望袂去排挤着社会福利。咱市民会当赚偌济钱，会当带动偌济观光，互台南全国百姓会当捌咱台南市。我想台南市应该大家拢捌足济啦吼。上吊是安尼开遐济，可是咱低收入户的家庭食袂饱，至目前60块啦。你甲小吃20块，那我们建议说调到70块，拢总
加135班。我拜托市长会当体恤，这低收入、家境无好，囡仔长咧大、长咧用，即马物价去高涨的时阵，135万尔，一定要慎重考虑，互囡仔食会饱。我感觉这是一个良心的事业。这市长有这个行政权，开135万的规个市，国小、国中，这低收入食会饱，我感觉足重要。其实这次台湾灯会在台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那站在我们西北地方来讲，我们月津港灯节也被纳入了这次的串联的计划之一，然后不过在经费上面看来，在整个台湾灯会的经费是没有包含到月津港灯节，甚至台湾灯会的整体的经费，光表演部分表演烟火部分就整整是月津港灯节的 N 倍了多倍数了所以我在这次议会要求我们台南市政府针对在串联的部分，希望能够针对月津港灯节，它不只是串联而已，它应该要跟往年不一样，而不是只有单单去年的经费，甚至要更加扩大，而才不会让我们西北人觉得说，有串联，可是怎么还是一样，让西北人相对的失落了经过连日的审查，112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以及22件电付款案全数通过。立议员提案部分，包括5件临时动议案。议员伫这届临时会嘛，总共提出245案，嘛拢全部照案通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3月了，台湾文化国家园区协进会正式成立筹备会，就希望全力来推行台湾文化国家园区完整保存台湾文化作家的收藏。对此，立委郭国文为了回应地方的诉求，邀请相关单位座谈进一步会勘。会中强烈向文化部争取基地爱设立伫满岛。自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铁去年所发起的台湾文学国家园区议案，得到文学界热烈的支持。但目前只有文化局的先期规划，为了回应地方希望成为国家级典藏甲文学推广的基地，立委郭国文邀请文化部等相关单位来座谈。其中高龄84岁张良铁嘛特别出席，强调提倡台湾文学国家园区是人生最后的梦。文友大家咧问讲，你最大的你一个人生最后的梦是啥物？我就讲最后一个真大的梦，就是建立一个台湾文学国家园区啊，台湾文学国家园区。为了文化局强调，该已经有第一期3栋6.2亿的预算规模，嘛是设定伫满岛中央艺文中心对面大塘现地的仓库，希望进一步将这7.多公顷的土地活化，以文化产业的环境甲现有的台湾文学馆有所区别。文学产业的建构其实但包括人才培育。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文学驻村然后出版著作权上面的协助包括设计、行销、数位应用当然影视的运用很多文学除了变成戏可以演戏之外，其实现在影视的这些应用更大也影响力更大，所以我们会基本上是朝向这个文学产业环境的这样一个建构的一个园区的规划为了争取中央甲地方的共识，嘛避免大塘各种仓库出租予生产事业单位。立委郭国文强调，设置满岛透过群聚，会当将推广的效应做到上大，积极向文化部争取。就是说，今天之所以开这个协调会，是因为有不同的讯息嘛。然后，而且老实讲，我有感受到那外在想要来取得这个空间的这种压力那台糖基本上他们是基本上会有一定的压力。我们这速度不再快一点对面可能就变工厂啊，嘿啊，我讲我无不变的，那土地可能变工厂啊，嘿啊。所以说，我就不希望变成这样子，因为地方的期待从来不是如此。那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结合地方的期待，然后呢，张老师的这个倡议？那以及呢，文化部这一个政策方向，我们来创造另一种新的可能啊！对此，大塘表示，只要文化部定案，因将专业配合，嘛希望加速兴建事情。
等一个给予活化土地哈，还有配合政府政策的一个立场，会全力提供哈。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案子来尽速来确定哈，那赶快让我们的土地来活化哈，也来创造哈地方的相关的一个发展哈，不管是经济啦哈，是文化方面哈，都可以蓬勃来一个发展哈。最后会议达成共识，将由市府提供升级规划，和文化部立委开的地方的需求，将积极甲中央沟通，希望尽速定案，争取资源。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面对大北门地区人口不断成长，而且盐分地带仍有高度人文加本土意识，不过较大却无一个艺术文化展演空间。立委郭国文邀请文化部南下会勘，除了强烈表达地方希望将艺文中心设伫嘉义的心声，嘛希望地点加建设方案拢会当尽速定案。大北门区一直是高度人文的重要宝地，地方期待催生一座艺文中心已经足久，一直到3冬前，市长黄伟哲正式向中央争取前瞻经费，文化部随后进行可行性评估。台南市文化局嘛对10几个地点宣告目前只剩嘉义甲7个来规划，为了让整个建设会当赶紧定案。立委郭国文特别邀请文化部到场会勘，包括议员蔡苏秋金等人拢到场关心，积极争取设伫嘉义的心声。台南市政府呢，这有关于呢这个盐分地带文化中心的这个选址工作应该赶快告一段落，明确的地点才能估计出来明确的时程跟预算，那这样我在中央才有办法争取。今天最重要的用意呢，其实回应地方的期待与民意的一个需求了哈，因为地方都对于这一个盐分地带的这一个文化中心充满高度的期待，可是进度呢却稍有迟缓了哈。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会勘跟邱经议员今天的会勘，能够让市府的脚步加快，能够让中央的这个承诺早日实现。很难得咱中央已经有共识地方咱的市长嘛拢交这议员嘛真共识咧争取啦咱嘛希望这个艺文中心的定位如我们郭立委讲的，这定位赶快出来，咱还当对中央争取经费期程再慢有可能未来成为泡沫啦。所以咱期待赶快这所有的大北门区，不管是大台南市、大台南区的里面，我们赶快把这城乡差距拉距了不要让大家口号一直喊那个大北门区被边缘化。对此，文化部肯定市府持续规划脚步，希望所有可行方案会当达成具体共识。后面我们也一定会持续关注这个案子啦，因为可行性评估也都支持了，表示说我们谢谢市府有把艺文放在心上。那后面其实确实就像委员讲的，需要市府这边有一些明确的想法，也许我们才能来沟通后续怎么样子协助。据了解，整个盐分地带人口大约16万，徛伫文化平权甲区域平衡发展的角度，中央甲市府拢乐观其成。只是用一般征收用地取得3档，全部建筑完成6档到8档方案，征收加上工程费就高达18亿外。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由林德农会所举办的小农市集一直受到消费者喜意。今年第一场特别在3月30号登场。都有真侪在地青农摆档，农会经加码，只要买满500块，就加送1克鸡卵，吸引侪消费者抢买。在林德区农会舞蹈班学员热情舞蹈下，为风土大战在地小农设计加开序幕。林德区农会为了扭紧生产者甲消费者之间的距离，透过办理设计，互双方会当更直接面对面交流，建立一个互相信任平台，嘛会当减少碳足迹的排放，同时嘛帮助小农免受到中间商人控制。林德在地小农设计特别邀请地瓜妈妈、泰康有机农场、新世纪有机农场、如意无毒小菜园、曙光香草园、阿红农场，以及多肉植物业者做伙来设打展售。这个红土大战咱
在地小农市集安尼吼，咱大家知影，咱遮迄个青龙做这有机的蔬果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伫遮我也希望大家平常一定爱来烹调因这咧卖菜拢非常的健康拢无农药，这有机蔬菜尤其食这对咱人的身体会非常的健康佮安心安尼。所以伫遮今仔日咱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咱若消费500块咱就当大家送一克卵，因为大家知影即摆卵非常的贵，超到要死安尼对啦。你看北部啦、高雄啦，这卵非常的欠，所以今仔日希望大家会当尽量烹调，买500以上农会有送一克卵安尼市集伫上午9点一开卖，现场马上就来了大批民众，前来抢新鲜、抢健康、抢便宜。为满满零雕，就让看出活动举办成功。那你觉得他们这边青菜的品质还有价格，你觉得怎么样？应该不错，因为是在地种的。我觉得不错。赞诶，安怎讲？因这农会的名牌遮好，当然也品质一定好的嘛。错过这次的小农市集也免烦恼。宁德区农会伫4月27以及10月26，分别各会办理2场在地小农市集，市民朋友就要好好把握。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自细汉就对打鸡甲真有兴趣的郑凯勋，嘛曾经摕下世界花莲百果独奏的金牌。目前也伫科技大学读音乐系，你为完成开音乐会的梦想，甲同学赖少文伫台江文化中心合办，整个筹备过程拢一手包办，嘛希望成为毕业上好的纪念。自细汉就展现出音乐天分，国小阶段就有打击乐王子称号的郑凯勋，现在是高3学生。自细汉就梦想家己会当开音乐会。今年在家人的支持之下，甲台南应用大学音乐系学生赖少文做伙举办鼓声呐响音乐会，作为毕业纪念。我是郑凯勋，现在读音乐系，高中3年级，然后。我之前就是有在学打击了，然后到现在就是因为有梦想要开一个音乐会，然后在高3这1年想说要升大学，然后完成这个梦想，这样。从几岁开始学打击？从9岁就开始学。9岁开始学。对，现在已经17了。那为什么会选打击而不是其他的乐器？应该就是比较有天分。因为那时候就对打击就有兴趣，然后后来打一打也觉得就是很符合自己的兴趣，然后越打越上手。希望让家己在高3升大学阶段会当留下美好回忆，也在家人的支持下完成愿望。这场参像是家己为家己举办的高中毕业纪念音乐会，市长吴伟泰也特别到场为伊加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谢哈他留长头发不是为了时尚，是为了能够头发能够剪下来捐给这个阿佑，那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到温馨。在座的各位校长、各位会长以及各位理事长，大家都可以将心比心，感受到这年轻人他们满满的热血。凯勋的妈妈也是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理事长李梦晴，也向现场来宾讲到凯勋细汉时阵学音乐趣味经过。小时候我们家锅碗瓢盆一大堆阿姨的爱拱嘛，然后我们就拿了很多锅子冰quả就放在那边，然后随便他敲敲打打，那路人经过的时候都给他拍拍手，然后其实不怎么样，他也自己觉得很厉害。这场音乐会是郑凯勋甲赖少文做伙参与筹办过程，希望透过音乐会会当造予大家好心情。市员蔡立青、林依婷、经议员蔡宏全、警察局第4分局长王子雄以及真侪贵宾也拢到场观赏。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踮大学附设为了推广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特别结合儿童节庆祝大会，举办一场课程博览会，希望透过实际体验，让大家了解海洋保育甲生态永续的重要性。
南大附小3年一度的课程破蛋会顶场，今年以联合国音乐发展目标作为展览主题，现场总共有40个单位，相当热烈。南大附小为了庆祝儿童节，特别办理 SDGs 永续一期向前行课程博览会。是以联合国17个永续发展目标为主题，透过今天的活动，让全校师生一起了解 SDGs 的意义，一起构思我们未来的行动策略，让永续的精神深植在我们的心中。学生以各种创意的方式制作出精美的海报，介绍 SDGs， 并设计出各种趣味、高好耍的关卡，让学校师生来体验。我们就是做一个模仿海洋的部分，提醒大家什么可以回收，什么不可以回收，不要再往海洋里面丢东西，保持海洋的整洁，让生物可以繁衍后代，让海洋的生物可以一直永续下去。打击性别偏见，然后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有写字，然后要把那些带有女性偏见，比方说奴隶的奴这些，或是然后奴隶的奴把它打掉这样。学生关注在课程博览会当中，唔哪介绍 SDGs 的相关知识，也向参观者提出，希望有更多人会当参与到音乐发展的行动号召。就是有海洋的，要怎么保护海洋，然后要随手捡垃圾。我们刚刚有玩那个麦块的，我们就学到哪一种是最省电的。或是哪一个对地球最好的？透过博览会，除了会当看到学生为音乐发展目标所做出的努力，同时让因了解到 SDGs 的目标以及意义。但也是民生怀采访报道。这礼拜是性别平等教育周，台南市教育局以所谓性别暴力等主题作为宣导，嘛邀请中明各中的学生家己演微电影，来加强师生性别平等加自我保护意识。所谓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毋过随之而来的是互所谓紧张的危机。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以此为主题，翕一支影片，邀请聪明各中的学生来演出。小何，我最近玩游戏时认识一个网友，然后呢，我跟他没有在游戏对话框里面聊过天，可是他却知道我 IG， 还知道我读哪间学校。啊，你的 IG 连我都找不到哎！别闹了，我认真在问你，我是不是被网络跟踪了？这部影片讲的是学生在网络游戏当中，因为点击网友提供来路不明的 APP 连接，遇到网络跟踪，学生因为被网友骚扰，非常的惊吓。在网络的交友中间，不管是往线上游戏，或者是其他方式来认识这个我们的同学，那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居然能够找到他的 IG 能够，而且甚至知道他的各自就读的学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拜数位科技之赐让许多比较能够了解或明了或运用这个数位科技来遂行他自己的一个犯罪意图。因此呢，我们作为师长，或是作为家长，或是甚至我们的政府机关、教育机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能够帮助我们的同学。以免等到他已经被跟踪、被骚扰，甚至陷入更这个严重的犯罪被害者的时候，我们才去介入。影片当中的剧情非常踏进日常生活，教育局甲学校希望会当透过影片，会当帮助更多学生留意网络顶面隐藏的危机，了解现今的网络犯罪形态，避免有人受害。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